有幾件事情深深觸動我嘅心，令我更渴望為奧比斯作出奉獻。喺我第一次參加贊比亞救盲項目嗰陣，我透過一個拆除手術繃帶嘅活動，親眼見證一位16歲嘅小女孩摘下繃帶時，佢第一次見到母親嘅面容，嗰一刻深深打動到我。喺理念上，我早已相信我哋所做嘅事情，但親眼見證呢位小女孩嘅生命喺瞬間改變，令我完全信服於奧比斯嘅工作。此外，呢個項目中所有參與人士，從技術人員到空中服務員、醫生到護理人員、麻醉師、生物醫學技術人員以及飛行員，所有與奧比斯合作嘅人都讓我感到震撼。我從未見過如此無私奉獻、充滿熱情嘅人。佢哋願意為呢個計劃付出一切，身邊圍繞住呢一群人，實在係太卓越啦！呢個係我喺奧比斯中獲得咗一份真正嘅禮物。